相信每個人心入邊都有個別墅夢，但係裝修成為咗每個人心入邊嘅一埲牆。今日我要幫你衝開呢埲牆，總價250萬，你冇聽錯，係總價250萬就可以喺珠海拿下3層嘅別墅，實用面積超400個平方，仲帶埋2個車位俾你。單單花園都有80個平方，可以喺度整個陽光棚，整個假山流水，養下錦鯉。每日喺呢度飲下午茶，人生只想感嘆一句話啊：半生佳運皆有回響，日子舒心，理想落滿日常。最重要嘅一點係，佢仲帶埋裝修俾你。此時此刻，我想唱一首別安歌曲，不再猶豫，讓你衝開一切。1樓呢度可以做宴會廳、K 房、麻雀室。平時喺呢度招呼幾十個親朋好友都唔係問題。2樓做咗開放餐客一體化，仲帶埋個套間俾你。闊尺嘅大客廳比我3房出租屋仲要大，盡顯豪宅氣派啊！呢個廚房1個人煮飯，1個人幫拖，再加2個人喺度吊棚漆漆，幫你加油打氣。3代同堂住完全唔係問題。呢間房可以俾我哋嘅長輩住，2面採光，衣櫃乜都幫你做好晒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立嘅空間。3樓做咗3房2廁，呢個主人大道間整咗成面嘅落地玻璃窗，通透大氣，深得你家太太歡心啊！呢度仲有個梳妝台，每日喺度化漂亮妝，細心到整咗1排嘅衣帽間，擺你太太心寵嘅愛馬仕、LV 包、Gucci 包，一定要管住自己嘅錢包啦！唔好以為呢個位置好偏，幾分鐘就去到招商花園城、大信深都會商場，仲有萬達廣場啊！呢個位置出發30分鐘嘅車程就去到拱北口岸、廣州口岸啦，總價250萬，感興趣嘅 call 睇。